美国职篮 NBA 多伦多暴龙今天以127比125逆转击败布鲁克林篮网，刚交易来的中锋贾索替补拿16分。而台裔球星林书豪与老鹰谈妥买断合约，将与暴龙签约，暴龙用胜利迎接林书豪到来。暴龙队今天赛后仍以42胜16败，暂居东区联盟第2，紧追密尔瓦基公鹿。暴龙过去已连续5年打进季后赛，其中在2015到2016赛季打进东区冠军赛，但近2年都在季后赛第2轮遭到过去由詹姆斯 （LeBron James） 领军的骑士横扫。多伦多暴龙在日前交易案中送走后卫莱特、Delon Wright 和迈尔斯、CJ Miles 等人，而阵中替补后卫范弗利特、Fred VanVleet 本季场均得分 10.5 分、2.7 个篮板、4.6次助攻，为替补阵容中重要战力，却因拇指韧带受伤，预计将缺席3周，也让暴龙队近期后场板凳战力告急。未来林书豪加入暴龙后，将可及时补上这块缺口。暴龙今天对战篮网比赛，上半场以56比60落后，下半场与篮网展开拉锯战。第3节尾声，先是靠着阿努诺比 （Ochai Anunoby） 2分球扳成92比92平手。暴龙队第4节一开始就打出9比2攻势，尽管读秒阶段遭到篮网逆转超前，但先靠着格林 （Danny Green） 3分球追平，随后雷纳德 （Kawhi Leonard） 补上制胜2分球，助暴龙以2分差险胜。雷纳德今天拿下全队最多的30分，外加2篮板、8助攻。而暴龙近期展现一拼冠军的决心，先前补强动作频频，刚从曼菲斯灰熊队换来明星中锋马克贾索 Marc Gasol， 今天对战篮网替补拿下16分、6篮板、2助攻，得分也是转队后新高。